大家好，我係 Rayla。我而家手上面揸緊呢部咧就係 Nikon One 嘅 J3啊。我覺得呢部機啦，外形非常之靚啦，佢又小巧啦。咁我自己最中意紅色，因為覺得紅色好啱女仔用，好靚。咁介紹翻我哋全新嘅 Nikon One 嘅 J3 系列啦。咁我哋呢部 J3 嘅特色咧，就首先講緊佢嘅像素咧，佢嘅像素就係1425萬嘅有效像素啦。咁亦都係而家用緊我哋全新嘅一個 Xpeed 3A 嘅處理引擎嘅。咁而本身呢部機嘅特色亦都有啲唔同嘅特別功能啦，包括係我哋嘅實時影像控制啊、慢速查看嘅模式啊等等，或者創意功能嘅。咁另外咧，用戶亦都可以咧用 WiFi 連接一啲平板電腦啦，或者係智能手機，就透過我哋一個配件無線行動嘅配接器啦 WU-1B 咧，咁用戶就可以隨時遙控部相機去影相或者傳送相片嘅。